继续来看这个基隆市一个公车的驾驶，沿路弄倒着几台的乌倒摆，搁来弄断电火条啊！上尾冲到人家厝的头前，这个车才停落来。包括司机在内，总共有14个人送病院。这个司机讲，这公车才拄为保养厂驶出来，伊家己的身体状况嘛真好，嘛无啉酒，是当啊失灵，才会发生这个事故。 公车车头就变形，玻璃嘛拢破了了。姓吴驾驶卡伫车内等人来救。昨尾暗5点外，正是下班时间，一台公车汹涌为对向的车道冲出来。去冲去，然后弄个打袂掉。从那边冲过去，他有停上，没有停下。公车就像安尼卡伫丁仔凯大路边，车内拢是玻璃皮。身方健保码都可以。 救护人员赶紧将受伤14个人骑送去病院，加载拢无啥要紧。车祸发生伫基隆市丰年街，可能是因为公车的档啊出问题，几台车冲出去，弄到真侪台乌倒摆了，搁弄到一支电火条啊。最后是冲往人家厝方向，加载人家厝头前有一台火车挡掉咧，也若无大害啊。 电条嘛，等一条，还等几个电条啊？有2个这个事故现场，一个是在我们就是东正区安南桥那边，先撞到一些机车骑士，然后接着下来又撞到电线杆，然后往逆向方向冲过去。因为车祸发生的时是下班时间，规条路拢塞车，有关车祸原因，还阁进一步的调查。